接落嚟一齊睇下娛樂快遞啊！台灣金曲歌后黃麗玲阿 Lin 喺紅館舉行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，阿 Lin 一開場即刻唱出多首金曲，配合勁歌熱舞，瞬間炒熱全場觀眾情緒。今次阿 Lin 嘅巡演舞台製作相當重本，利用多個巨型 LED 營造夢幻沉浸式視覺效果，舞台設計結合音樂自轉主題，營造虛實結合嘅唯美空間，為歌迷帶嚟震撼嘅感官體驗。阿 Lin 話：香港對佢嚟講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城市，並視香港係佢實現夢想嘅起點，亦都不忘向大家講廣東話。請小心提及，所以你們在走路的時候記得請小心提及啊！大家請小心啊！小心車門。感謝這個城市給我們的熱情，謝謝香港，謝謝。內地女星戴燕妮日前嚟到香港出席活動並接受我哋專訪。戴燕妮透露今年嘅計劃，又話自己好中意佘詩曼，好希望同對方有機會合作啊！我很喜歡佘詩曼老師，我最近在看她的一個劇，然後我覺得那個劇很好看，所以希望有機會能夠跟佘詩曼老師合作。那接下來今年有什麼計劃或者是目標想達到？今年其實還是會發自己的專輯，因為現在在籌備當中，然後也會做自己的巡演，然後也希望能夠多做幾站。有沒有香港站？香港站，我爭取吧。對。對啊，希望你可以來一下。對，希望我的希望香港的大家能夠更多的關注我，然後我把我的歌曲帶到香港來。鳳凰衛視綜合報導。